住呢一個復賽第2組嘅賽事啊，好快已經進行咗啦。我哋而家見到咧3、4號啊，魚鷹挑戰龍 A 隊嘅飛魚龍舟體育會咧，好快已經帶咗咧差唔多半條龍位出嚟㗎啦。咁啊，之後面我哋見到咧2號同埋5號澳門明愛控制者咧，亦都追緊上嚟啦，稍為慢啲係1號、6號啦，消防前進同埋衛城工程有限公司啦。咁啊，賽到差唔多100米嘅時間咧，我哋見到咧3號、4號嘅3號已經帶咗一定嘅領先優勢啦，魚鷹挑戰龍 A 隊啊，咁啊帶住呢個飛魚龍舟體育會啊過咗100碼點啊，交俾你啦，師弟唔該。唔該晒啊！嚟到呢邊見到3號嘅魚鷹挑戰隊龍啊 A 隊啊，咁啊稍為領先呢個少少嘅啫，咁啊跟住拍住呢個2號嘅控制者同埋4號嘅飛魚龍舟體育會啊，咁啊5號嘅呢個澳門明愛啦，咁啊跟住見到啊3、2、4，咁啊5、1咁樣噶，5啊比較遠啲咁啊，所以咧我哋手嚟好啦，6號衛城工程有限公司亦都係衝埋嚟啦，我哋